再来看这真撼故的事件，这是发生伫高雄市立民生病院，发生开刀开唔着人的错误。有一个病患，伊本来是4月初4要来做胸腔的手术，结果送入去手术房的煞是共房间另外一个患者。对医师到护理师这麻醉科全部拢无人发现。经病房护理师发现异常，主动通报，本院立即以病人安全事件处理启动调查。目前2位病患的身体状况稳定，生命迹象稳定。即马民生病院是承认讲是因的主治医师无照开刀的流程，相关人员也无确认即个患者的病情，所以决定医师是记过2摆，其他4个人是记过1摆，而且也有甲即个家属来会室的。卫生局甲病院罚50万块，也甲即个院长换掉，落尾是由市立病院管理中心的执行长来代理做调查。